有幾樣嘢想同大家交代。首先，佐治已經離職，公司得返我一個主筆，日報會停刊。不過唔會執笠，公司會專注做週刊，出本綜合漫畫，有2個故仔嘅，頭段由我畫，2段用嚟培訓公司嘅新主筆。阿信同盧仔之前喺日報畫過單格同4格，我想你哋用3日時間，各自交個故仔俾我，睇下邊個適合做新主筆。呢個係個好難得嘅機會嚟㗎，好好把握。信仔，俾心機；盧仔，加油！喂，揾邊位？信，大口字。喂，你老豆揾你啊！對緊字。唔該。信，聽電話啊！你老豆話有緊要事啊！喂，停手啊！仆街！唔好再嚟啊！自私啊！謝貴要自己踢曬腳啦，淨係估你啊！故事感人，好有細節，文搶武打各方面都兼顧到，大背景咧揦細咗少少。人物造型有心思。招式又夠特別，好有動感。背景氣氛全部都配合得好，一彎畫到咁，非常好。
我決定新主筆係盧仔。唔明咧？你係畫得好，但個故事冇感情，主角唔討好，最重要係我相信作品反映人品。為咗公司嘅和諧，我覺得你暫時未適合做主筆。恭喜你！多謝。幫我同老闆講，我唔做啦。再見。江湖再見。我介紹啲同事俾你識啦。好啊好啊。咁啊，聽日要開始開工喎，點啫？冇問題啊，個古仔作好㗎啦。各位，有個好消息同大家宣佈，就係盧仔正式加盟浪潮，成為我哋嘅主筆。以後民國英雄就係我哋㗎啦！大家一齊努力，打造港漫盛世。呢度我係新丁，以後多多指教。點解窮倉10年都可以準時出稿，仲要 keep 到高水準？唔好意思啊，盧生頭先。冇事啊，你出翻去先啊。跟我嚟啊！呢度就係我創作基地同埋團隊。呢幾年可以準時出版，就係靠佢哋啦。即係窮倉唔係你度。我係靈魂，佢哋係手腳。雖然我話少咗，但係都仲識得分咩好咩唔好，所以先 keep 到水準啫嘛。你都可以考慮呢個做法喎，唔好隨講自己，唞下氣，儲多啲彈藥。自己嘅作品要自己畫，我覺得唔一定喎，跑長途要識策略。我對你好失望。今日好難得啦，可以請到兩位大師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啊！咁我相信咧，唔單止係我啊，我哋嘅讀者都有好多問題想問下兩位㗎。咁不如我哋由兩位嘅入行經過開始講起啊！好啊。嗱，咁我知道咧，兩位都係識於微時啦，都係地球出版社出道。不過兩位發展出嚟嘅風格非常之唔同喎，好似盧生你嘅武俠漫畫咁啊，比較天馬行空，情節緊湊，商業性高喎。而樂生嘅作品咧就風格寫實，情感細膩，藝術性強。嗱，呢一啲咧就係坊間對於兩位啦嘅作品點評。咁其實你哋兩位點樣睇對方嘅作品嘅咧？不如盧生講先啦。好啊！時至今日，阿信都係我見過最有實力嘅畫家。佢對每一格嘅執着，對完美嘅追求，令佢嘅作品已經超越咗漫畫嘅框框，升華到去唔需要靠世俗嘅認同。哇！呢一個係好高嘅評價嚟嘅喎。講真㗎，其實如果冇阿信嘅話，唔會有今日嘅我。佢嘅存在一直係我進步嘅動力。我知道我一定要好努力，好努力，先可以追得上佢。
初出道嘅阿信際遇唔係咁好噶，我好開心，佢而家終於得到佢應得嘅嘢。唔使講到咁大鑊係嘛？咁耐冇見，飲杯嘢先啊！唔得啊！我要翻去趕稿。真係服咗你，好耐冇落手畫啦，淨係掛住炒樓炒股。我都唔識呢啲嘢嘅。我有啲心水，整啲俾你啊！算啦，我唔使揾好多㗎咋，只要有地方住，夠我養妻活兒就夠啦。有時間，我寧願畫多啲畫。我知你好中意畫畫，但係時候諗下後路啦。依家越嚟越多嘢玩，有 ICQ 又遊戲機，可能遲下啲後生都唔睇漫畫咯。所以呢一行未必一直咁風光㗎。唔畫漫畫，咪畫其他嘢咯。我唔死㗎喎。都啱。總之，你畫落去，我就睇落去。多謝捧場。再見啊！